你现在收看的是你咪家阿盖伊，现在开始说我们的话。大家其实过了的人，大家都跟我学习的，你怎么知道我没后天？我以前那个甲草原读书，我以前我把红讲跟按计划去就是个去外头还要跟，农活跟路边啊茶馆以前要跟，至少你们还有学到我这边，你们还可以帮我传承，还可以帮我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得说大概，我这一路这样走，然后我回头去想，回头看说，那些老人家都走了，剩下我的交给我，还有传承这些东西，传统技艺东西。那个我们就先从张赫哈，我们的那个秦都男，怎么认识思讲老师，然后对。其实我一开始是从台南的国小转学来这边读书，然后那时候是4年级，然后我在这边给伯伯他们照顾的，然后也是隔代教养，然后在一个环境下，然后在学校就会看到是这样老师在学校会做一些服务啊，还是教学啊，然后就突然有一次我来到这里，然后就爱上这边，然后每次放学啊，还是晚上啊，还是在任何时候有空的时候，就不会想待在家里，就会想来到这边，然后甚至说，可能我失踪了，我没有跟家人说我去哪里，然后我姐姐啊，我的爷爷奶奶就知道我在格斯讲这边，然后因为我是隔代教养，然后他们没办法给我父母的爱，然后在这边我可以得到这个类似像父亲的爱，然后就在有一次我们2个人在这边，然后他就问我一些事情啊，然后在一个游轮下，他就问我一句说，那我当你的爸爸好吗？我就说好，然后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就说干妈这样，然后就从小到国小毕业我就离开这边，但是我们还是有保持联络，然后在国小那一阵子啊，就是每次来到这边都会有事做，然后都可以学习到很多，不管是语言啊，还是农作物啊，以前都在这边割草啊、喂鸡啊，还是帮忙做一些事情，然后也在这边学习到很多，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认识我的干妈，我的爸爸，这样子。感人了。那我们的那个副会长，想哭了。太快了吧！不是因为也是从小应该是大概4、5年级左右吧，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因为应该说从国小开始都有那个乡土语言课，然后但是到后面就开始接触到格式乐，那时候好像是快4年级了吧，还是还没，就可能4、5月的时候，然后哥就在教我们就是主语歌，然后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学会主语歌，然后跟慢慢听主语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被叫去，就是不是4年级都会有表演嘛什么的，然后就跟着同学他们一起就是跳传统舞蹈这样子，然后就跟哥哥接触，然后就加入到青年会，然后所以其实跟哥哥认识从我现在27，是从大概算10岁好了，已经就是17年，就整个很久，而且我应该算都没有断掉过，因为我一直都在部落，即使国小、国中，然后可能五专我去花莲读书，然后到现在出社会，我就是只要有空我都会来哥哥这边，然后哥哥应该是说，我觉得在哥哥身边就是像你讲的会有很安心的感觉，因为跟他在一起你不用担心，好像就是对。哥哥想这方面，马上煮，之类的，没有，就是也学习到很多可能，刚刚弟弟讲的那些，然后女生的话可能有啦，还是有做农作物，做那些就是比较，可是没有到那种就是出活那种，就是可能帮哥哥，可能学做一些东西啊之类的，这样子，然后
从4、5年级青年会的成员，然后到副歌，然后就到现在，就是可以体会到歌说就是走完会很累，然后家人的不认同之类，因为家人也就是家人都会讲说啊，你到底去歌那么累做什么？就为什么你在那么晚回家，到底在干嘛？对，讲到这个什么常杯，对，常杯嘛，跟哥在干嘛？都不用回家吗？7年会就跑了。就像刚哥讲，就是到底走文化能养活你自己吗？或是你可以赚到钱吗？赚到干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妈也是过的也是那种高脂追动物型，然后就每一次都骂我说，参加青年会到那么晚，但是我就算很累或是脚很酸，很晚回家，他就问我说你吃了没？要不要帮你按摩？就是那种，就是其实他一直说不想要你去，可是当他看见你在成长的时候，就是看到你在部落有一点点作为的时候，他其实也会很开心、很放心，就知道哦，我知道你在干嘛，你在做什么之类的，就是好像从不被认同，然后到肯定到就是他很为你骄傲，过程很辛苦，但是结果真的是很甜美。那你呢？我跟哥的缘分很近，应该是最短的吧。最短，因为你也是刚回部落返乡青年。对啊，算一个都包啦，都包。很都。超都。包。都市的都啦。我跟哥哥也是有一个同学，然后想说带我来，他说来哥哥饲养这里，我以前都没有听过，我也不是回这里，对我都不会回这里，所以我都没有听过哥师讲这个名字是谁这样。他说化疗的一个哥哥嘛，我想说好，那我去一起来。然后来了，一开始来，然后也是很放不开。因为完全都不认识，只认识我的同学。那哥哥他们也是很开放啊，介绍一下是哪里来的啊，然后这样的。啊，从那一次开始，我觉得是蛮有缘分的啦。那一次之后，我同学是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呢，很长就带我来这里，然后就开始跟哥哥聊聊天，认识了哥哥这个人，我觉得。谈吐起来，蛮有趣的，合得来，然后频道是对的啦，有对比。可是你常常永远有时候会，这列歌谣说不对，没有那个是 key 不对，唱走音耶，那是 key 不对啦，他还在中唱摸一丢，还在中摸。那也是因为这样，然后认识了哥哥，然后哥哥也是，因为其实可能像是。抓鸡这种东西，我有那阴影，所以我不行。所以你在这里学会了抓鸡。真的，这是我唯一的阴影鸡。然后哥哥有次也是强迫我，你去抓啊，你就抓，他就抓起来，然后给我抓起来。对，然后哥哥也是教我很多，像是可能刚刚有讲像农作物啊，他也有想过教我什么羊角沟啊，像哥哥也有送我一个他自己织的羊角沟织的一个高篮，也是很谢谢他。然后他也有在帮我计划做一个上衣嘛，对不对？为什么说要向他祝福？因为某一天，就是我也是受伤了，就左脚。非常照顾你那段期间。啊，到那时候不太方便，然后就会请那个军号。也是因为这样嘛，然后也学习到很多啊。我有跟像以前我基本上我们家都是不讲族语的，那我开始会听族语，慢慢会去讲一点族语。然后跟人蒙古。你还唱族语歌了？对，都是因为认识了哥哥才有这个开头。你是喜欢的吗？乐意的吗？没有，这就是不是被逼的吗？没有，这就是自己的文化，还是要学啊，还是要保留，记得跟啦。就这样讲，记得跟。部落长大，其实我们家就住隔壁，都也是隔壁，然后常常就是，那时候还很小，也是国小的时候，那也是3、4年级，就常常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然后就是穿着那个
要么打赤膊啦，然后因为就是那个穿那个吊嘎，就是那个他常常穿那个公主服这样，骑他的那个什么那个摩托车，有一个第一个是一个比较老的那个粉红色的那个，紫色的。然后后来就觉得说这个人，因为外表就那么年轻，啊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子？就以为他可能是那种头脑有问题，头脑有问题。你是头脑。他是后来那时候因为3、4年级的时候，我们上面还有比较大的一些哥哥姐姐嘛，然后那时候也是学校啊还是部落的祭典，然后就会跟他们一起表演这样。然后当时在带我们的并不是哥哥，是可能是部落以前的哥哥姐姐这样。那是后来慢慢的一直在跟他们，就是跟这些大哥大姐接触的时候，就开始知道他，然后来到这边才知道说，他原来就是生活，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他就随着老人家的那个生活，然后把老人家的生活老人家的记忆，老人家的那个以前的样子，就是把它融入在他自己的生活，到现在也是这样。那就是从这样开始，就是之后就有了青年会，那从青年会的开始，那也就是我跟哥哥就是应该是说已经很认识了，然后就开始有青年会这个组织，然后就一直就是在一起到就是这个过程当然就是很多的回忆，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累积，这样就是才有就是一起为了文化努力呀，然后到自己当了从那个小的，然后到大大的干部，到干部这样，然后到干部到嫁人，对，然后这一路上就是他都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这样，对，还有我的成长的那个阶段，那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是一接触到文化，就好像我没有办法那个抽离了，就是没有办法，他就一直要，对，他就一直要找你，然后就感觉，因为在我结婚之后，其实我在因为我是嫁到延平嘛，我的先生是布农族，那其实我嫁给他的时候的有前3年，我是完全没有就是接触。对，就是也没有接触部落的文化之类，就开始就是也都没有说关心过，就是青年会啊还是什么的这样。可是后来我就觉得是说自己这样子好像很不开心，就很不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时不时就会想到以前跟哥哥的那个，就是很像在奋战的那个时期，然后那个就是战友这样，然后就是努力的那个期间这样，然后是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说我嫁给你我不快乐，我说我嫁给你很不快乐的这样，然后他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知道就是好像不能做自己。对，然后又好像说是不是这样就前面的努力啊，还是跟哥哥的一些回忆啊什么，就好像就到这边就停了这样，所以当我跟我先生说我想回来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当然是很支持的，他也很乐意说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就找了哥哥，那时候好像是我结婚过后是真正就是来他这边，就是跟他讲话这样，讲事情这样，就跟他说我想回来部落这样，我想做我们之前想做的事情，但是我现在的身份就是结了婚，我也没有办法说就是进入到青年会这一块。但是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延续就是你现在在做的，跟或者是部落缺乏的，
就是像可能去找回一些我们以前过去的文化习俗，还是什么，包含是说开课程啊，就让更多的青年就是学习到我们的文化这样。对，所以就这样子找了哥哥之后，我们就是才有就是现在的那个青年文化工作站，然后到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有点就是又重新接回了那个我们的感情，我们的那个文化的路这样，大概是这样。逆なのかか、mula ko ako tumachili na ko kaba atom na patswacha na ko na limitato kada wa abay ka na kapalingan na palito makachawo yunay kailangan na makachawo ahamal-mal laki ilan no kada laki ilan no musikan Masa-masa ka na machindi. Muna ko nga kang tumachindi na kan ay mas Kuchipi jamak sabi ya kina kumasuka sa channel mo na makaku ala ko kaka. Nako mo channel ko. Kanan kang kaka ikundang mo kaya ka. Kaya naman isa to kumawa ka na machindi. Ako na sa mga pagkakaroon sa mga magkasibaw ba akong chaniti. Kaya ka napapakasa dyan mo na masikuri-kuri. Kutuan mo, pamilya, sikuri-kuri. Makaya-kaya dyan. Kaya kisang mo. Ini siya po ipon ka dyan sa sikuri-kuri. Saw-saw dyan. Malabakay dyan. Sumapakitun dyan. Izuwa. Makapukat na pula. Ay, patalili. Ay, kichore, chikaka. Lumapali. Kibanda. Lumakachabu. Kanina mo yung katsawin lumada. Luli ka mga temaju. Ikong gameche. Ano ko ba ang jurunan? Kangeche. Luli ka mga tukakaya. Kimo na kumauna matawa na katsuni. Musyakaw na ako. Katiwa, sa kama mo. Nagkatuso ko kay Chirena. Chikuday. Ay siya, chikudanin. Ay, chakang spot sa van ka chikuday. 我自己也会这么说，这么没有礼貌，别人怎么看呢？因为哥哥会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为我就很想要你们就是有心认真过来跟我学习，因为我东西会太多了，你就不要管，我就是这样的人，老人家怎么做什么，因为我跟着14位老教每个都长，他在做什么事情，我去跟他学，看学记，我就这样成长这样到现在，因为我想说你们现在应该应该学习会很快，因为你们现在有手机，可以用方便录影。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我的头脑，记在我心里，老人家的话，可是这样，你干路叫不起因为这样爸爸还要该你。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在走这个文化这一块的一个心路历程，还有他想跟我们部落的族人青年想要对大家讲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来一支感恩的歌。abni ila maaba menama pulata maya amarau rau
cha kinaiwanan. O inaruanay yana yo ya ho yo ya. O inaruanay yana yo ya ho yo ya. Masauan Janu sunyama hamayang supabay metua buraya masauan janumu hoy naruanay yanahayo yan hoyo yan hoy naruang hayo anay yanahayo yan hoyo yan. Sau chen mo na po ya, na po kaya datuan niya mo na ay chua, hindi siya kay piniwan na nalabakan ng sakat sabay. Masawang nata chen mo. Papanya-panaju chen mo na imbasa sakat sabay ng saut-saut sikat siya kayan. Maya po yung may wa, hindi siya nabahan. Masaw chen mo na pulat. Masaw, suwag makachakakat. Masaw, masaw na mga pulat. Kataki-baki, bakya mapulat. Utsu-utsu mong yan o pichaw. Nazwa matsabil. 传承是使命，文化的延续是要大家一起往前的。只要我们还有呼吸，文化就会存在。Shiksa